候應該流淚應該。我悄悄問我一生人，怎可能早注定餘生？雙眼內沒有神，凝望着你的淚人，從來不覺怕，如何建造繁華，便問怎麼不愛真。大家好，小米拉又喺呢度同大家一齊快閃掃描一下新一輪 TVB 星秀一對一對決嘅下集，會淘汰4人，以之前導師分組賽成績分為低分區學員自選對戰邊一個高分區學員，每位學員完成演唱之後，5位評審會撳代表該學員顏色嘅燈，選擇心目中認為表現較好嗰一位，多燈嗰一位可以入晉級區，而另一位就落入危險區，最終8位學員跌入危險區，令今集即時淘汰當中嘅4位學員。好啦，廢話唔多說，留俾大家用自己嘅雙耳嚟評分先再講。摘去鮮花，然後種出大廈，層層疊的進化，摩天都市大放煙花。怎相信人，命中怎麼望着你為難？今集已經嚟到第10集嘅比賽歷程，而評審方面一樣有舒文、陳奐仁、郭偉亮、周石漢，更有新加入太極樂隊嘅主音歌手雷有輝。Jeffrey 有晒偶像派嘅所有嘅條件啦，只係覺得佢太注重喺嗰把聲度啊，我哋叫錯聲啦。覺得Jeffrey 佢把聲揀呢隻歌非常之好，唱到呢隻歌入邊嗰個感覺咯。呢個演唱個演嗰 part 咧，我諗阿 Deep 你應該係即係幫咗佢好多呢方面嘅，係咪？少少啦，少少。咁我覺得呢個進步好啱你，因為你個樣同你成件事，你係好需要呢一 part 去再立多啲 fans 啊嘛。燃眼煙花，隨着記憶落下，繁華像幅廣告畫，如同夢裏醒來，記不起對花蕊的牽掛。無謂愛愛愛，太過動魄驚心，我估咗這個世界得到教訓。首先1對1出場嘅陸卓謙 Jeffrey 揀選燕尾蝶同胡鴻鈞組嘅詠喬對決。再也不拖，懷念昨日如香百合花，芬芳嗎？想讚下兩位導師，即係揀俾佢哋嘅呢個 performance 係 very good，即係即係殺出一條血路。阿 Jeff 咧好上鏡，擺明俾咗好多心機同埋做足好好嘅準備，但係 Cypher 設計嗰樣嘢咧精彩啲啦。結果詠喬勝出 ，Jeffrey 暫時跌入危險區。誰相信幸福只得這種，神有種相當激進。苦澀無味的戀愛，難道有天花開？埋沒自專心這過程，可有愛？柯宇飛唱至少做一件離譜的事，挑戰張鈞銘唱嘅飛飛。呢隻歌其實唔係佢最治癒嘅一首歌。我同佢講話，你要相信我，相信我呢個導師係可以幫到你去突破呢個關口嘅咁。即係 Ovilia 一開始 pitch 好唔穩定啦，跟住阿鈞銘就有個好大嘅 crack 啦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其實啱啱嗰兩個 performance 我都係覺得係
唔係你哋嘅 standard 嚟。投降容易老，認命沒有種。是場噩夢，我仍然揀你，今知都沒用。Eric Kwok 老師俾咗一個好特別嘅評語柯宇飛。Ophelia，我有個 friend 叫 Sean，咁啊，琴日就帶一隻狗落街，咁啊放狗嘅時候就佢自己放咗個屁。好啦，同一個故仔，我琴日帶一隻狗落街，我隻狗波落去放咗個屁。兩個故仔邊個你覺得吸引啲？你個 friend 放屁帶狗放屁。嗱，正常係揀我自己個故仔。結果張鈞銘勝出，柯宇飛暫時跌入危險區。唱歌就係你唱完之後，我係認識咗你多啲。你靚，你型，靚唔靚仔，你做啲咩跳舞咩冇用嘅。如果你攞一嚿真嘢，我係有 connect 到咧，我就已經中意咗你。陸卓謙 Jeffrey 真係好感性，佢非常擔心，認為佢 rehearsal 唱得好，唔應該跌落去危險區。反觀柯宇飛心態好好啊，佢跌入去危險區，仲可保持住一個好正面嘅笑容。哇！呢集真係意想不到啊！睇住幾位大熱跌入危險區，16強總共淘汰4人，真係好緊張喎。覺得我哋唔應該15。唔想你哋明明 rehearsal 唱得好。I love you， 你會否聽見嗎？你會否也像我，秒秒等待遙遠仲夏。聽說過城內很多人，很可能所我亦有份。你說你大概這世人放了神，一切是廢神。Jasmine 選唱《夏日傾情》，對決布智恩唱《神愛世人》。I love you， 你不敢相信嗎？我已深愛着你，見你一面也好，換我念掛。相信活着忍耐，捱過萬次的淚印。我哋一齊睇下佢哋究竟撳咩燈。3、2、1。哇！5比0啊！Oh my god！之後布智恩勝出 ，Jasmine 暫時跌入危險區。快樂有快樂那世俗裏的偏差，未來就未來吧，二人負擔，不管你不管我，在哪。我好impressed by 布智今日，我係完全入咗隻歌嘅。我覺得呢個係阿譚哥嘅功勞咯嚇，因為上次都未有呢樣嘢嘅。我會信任你一生人，總可能死裡面逃生，相信活着忍耐，捱過萬次的淚印。我有啲擔心 Jasmine 嘅狀態，我會驚呢一個嘅結果可能會否定咗佢一路上以嚟想做嘅嘢，亦都係否定咗佢嘅決心同信心。想到人嘅疲累，我自信有日如願。其實人生並非虛耗，何來塵埃飛舞。最後1對1嘅係 Michelle 唱完，對決 Matt 唱沙龍。同其他參賽者一樣，所以我哋今日嘅表演，相信在座嘅觀眾都覺得我哋16個都係唱得好好，係咪先？啱啦，好震撼啊！兩位嘅表演。咁首先講緊 Michelle 嗰個 performance 先啦，我覺得嗰個難度係
非常之高嘅，即係你要咁樣自彈自唱，呢個 arrangement 咧係完全 display 到你個 vocal range。好似一個戰士咁啊，而我係好中意。到賽程尾聲啦，2集16強入邊分別有8個人跌入危險區，最後被淘汰嘅4人係 Andrew、Vanessa、Jeffrey 同埋 Jasmine。下集開始另一輪賽程，歌手助力戰12位學員爭奪9強席位。你哋又覺得呢一集嘅賽果合唔合理呢？有冇超出你預期，或者有乜嘢觀點想提出呢？歡迎各位留言傾下，記得分享同訂閱。下集再見，拜拜。